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秘书啦。最近有一寡同事实在是足烦的，定定伫我脚趾后讲我的歹话，就是我唔知影，伊是因为我生做水，才会遮爱讲我的英仔话，无聊。英仔话汉字写做英仔话，罗马字写做英仔话。英第5条爱变调读第7条，啊第2条变调读第1条，话读本调第7条。英仔话就是讲人的是非，批评人的话，大部分拢是伫人的脚趾后讲的，所以嘛叫做脚趾后话。因为讲人英仔话，全是讲一寡有诶无诶，咱定定会听到。讲迄个4、3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脚趾后话，台湾有真侪甲英仔话有关系的俗语，亲像讲一个影，生一个囝，就是听到一撮风声，传到尾变成离经阁奇怪的代志。讲一个影，生一个囝。阁有十喙九尻川，就是形容人际意见无同。十喙九尻川，阁有一句歹雞教子，歹人教言語，就是咧讲教讲人英仔話的人，唔是好人。歹雞教子，歹人教言語，學識。英仔話、腳趾後話、十喙九尻川，講一個影生一個囝。歹雞教子，歹人教言語。今仔日的大講一句就講到這，多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，咱後擺再會。